一家世間你xã會你行到，思想生下來一家弱，一家黑，冇辦法難對付各樣嘅問題。但係亞計聖經講，詩篇記18第18節咁樣講到，當一家黑嘅日子，一份弱嘅日子，佢都嚟對付我，係咪嚟對付佢呢？因為到各樣嘅問題，各樣嘅痛苦，各樣嘅煩惱，各樣白色嚟對付一家，解日一家真家黑。但係上帝本佢強嘅講，那一家黑之時，一家冇辦法之時，一家寫下一條路來懇求上帝，求上帝幫助，上帝本一家強嘅力量。詩篇記18第19節樣講到，佢上帝帶一家出發嘅為數，意思帶一家出頭天嘅為數，意思大家出各樣問題，大家出各樣嘅白色，大家出各樣嘅煩惱，因為佢叫一家，但係呢，因為上帝合意對一家，那所以一個世間嘅喺度，一個行道要上帝合意，要信任耶穌基督係個上帝，就叫個真理嘅行。就叫佢命令嚟行，就叫佢法律嚟行，一天上帝合意，一家做叫佢安娜行到世間裏，一天佢祝福一家順利成功。嗱，兩個禱告本隆重兄弟姊妹，可能你行到呢個社會世間，只有白色煩惱痛苦，弱冇辦法，你來到上帝嘅面前，我禱告，在耶穌基督嘅名，本以強嘅力，本以全能嘅精神嚟對付一切。俾上帝帶你出勝利嘅路，阿門。